其实我还是第一次看到严伟老师身前挂一个拉祜族的包包啊，真的非常的漂亮。严伟老师的成名曲就是《小白杨》代表作《小白杨》。其实我们来到这里，我觉得小白杨是一种异域。来到这里，那个银槐树开着橘黄的花，对，也就是这里的小白杨了。在此呢，我们也再次谢谢大家的这种热情和盛意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将进行第2轮的比赛。第2轮的比赛就是12属相领娃娃了，非常有意思。那赶快给我们介绍一下比赛规则好不好？这个12属相领娃娃其实很简单，双方呢各出12名队员，分别头戴12个不同属相的饰物，然后通过这个障碍来到舞台中央，领取与自己属相相同的小娃娃。这就要看哪一方的队员谁先准确的领取出这个12属相，那么这一方就为胜方。是的，那么其实刚才很多障碍上都有名字，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吗？这样是与这个拉祜族迁徙的这个历史呢有非常密切的关系，都是很重要的仪仗。非常重要的仪仗了。那朋友们，接下来呢，我刚才已经听到这个蓝队和红队的集体加油了，我们要再接再厉啊！好，那么接下来准备好了，比赛开始。小蛇也上来了，慢点慢点，小心滑到脚。赶快找出自己和自己属相相同的。太可爱了，这谁做的呀？这个。是不是特别的漂亮？太可爱了。小鸡上来了，这是小龙。小牛。小猴也来了，现在有点奋不顾身的意思了啊！加油啊，双方队员加油！好，小蛇最后也爬上来了。现在我们看到双方队员的比赛呢已经结束，现在裁判呢在给他们计时，特别的有意思。我觉得这个快乐的葫芦娃。葫芦宝宝，是葫芦宝宝吗？是葫芦宝宝吧？我看是猪宝宝。猪宝宝。牛宝宝，猪宝宝。猪宝宝应该是。这是谁家的孩子？好，我们看看裁判是不是已经把我们的比赛最终结果拿出来了，宣读一下。现在比赛的结果已经出来了，蓝队是1分30秒4，红队是1分44秒80。恭喜恭喜恭喜！那么这一场是蓝队获胜。现在我们有请李小姐为蓝队呢挂上2个小葫芦，同时呢也为红队挂上1个小葫芦。红队，我觉得没有关系。那个有没有信心在下一轮的比赛当中获胜？有呀。我们声音大一点好不好？有没有？有。信心十足啊！那继续加油了。